新團委 Capital 到5倍城市頻道，現在是高夢窗報告新聞。國會就經過9日長達76小時嘅財政預算案，甲國會撥款委員會辯論之後，正式通過2026財年撥款法案，總額超過2,000億元嘅開支預算，是有史以來上高嘅數額。國會領袖英能尼表示，全球局勢到我國發表新財政年預算案嘅3個禮拜之內發生變化。我國擁有750億元嘅財政用余，絕對唔是偶然嘅。社會及家庭發展部到最後一日嘅辯論之中宣布好多項措施，好在包括推出計劃吸引並留住最近在優秀學生嘅教師，希望到了2030年可以增加嘅3,500名學生嘅教師，同時長期檢討教師嘅工作條件及工作量。另外，政府還推出試點嘅計劃，本來只有嘅少子家庭嘅18到39歲嘅成員，到暫停工作進修嘅期間，而且獲得每一個月生活嘅補助。參與者到進修嘅期間，而且按社區關懷計劃早期到冬期嚴組嘅標準，獲得每一個月生活開支嘅補貼。每3個月，而且獲得500元嘅現金獎勵。此外，為了確保家教等等輔助需求嘅殘障人士提供最近在到社區獨立生活嘅雙導，當結去年12月到全島5個地點推出包容性嘅社區生活計劃，各個輔助計劃也將到今年下半年展開。受東東局勢影響，本地嘅汽油價提速走高，好多嘅石油公司在此上調車主上應該95新旺北嘅汽油嘅價格。同時，屬於全國浙江總會嘅全國私人出租車司機協會表示，協會正甲平台營運商討之一嘅方案，協助司機。即咗的士公司也小說出推出是減輕的士師傅承受嘅經濟壓力。新加坡旅遊局安排特別班機協助受東東局勢影響而留到新加坡嘅外國旅客，到馬吉天光早5點半飛去亞灣。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無條件投降，也唔會達成任何協議。伊也答到要塞解決伊朗衝突之後，美國可能將注意力轉向古巴。另外，美聯社引述美國匿名在稱嘅官網嘅話報道，俄羅斯為伊朗提供情報，協助伊朗攻擊美國到東東地區嘅戰艦、軍機及其他嘅資訊。新聞報告完了。